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艺。艺代表讲是才能甲技术，像咱讲艺术、工艺。另外，这个艺嘛有趣味、消遣的意思，像咱讲变工艺。表演工作者，咱讲是艺人，和表演艺术有关系。古早特别讲是做电视或者是电影表演的人，咱讲是演艺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艺果，这是古早祭典的时表演者骑的火车。第二个词读做变工艺，代表讲用来做消遣的代志，一寡趣味较深色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疫情这段时间，宗教活动拢暂停举办，一寡民俗表演团体趁这段时间整理艺果火车，当作是变工艺工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艺提供予大家参考。